今次呢個故事嘅主角係一種生果嚟㗎，呢種生果好特別㗎，有啲人會好中意佢，有啲人就好怕佢，唔知大家估唔估到佢係咩呢？呢個故事適合3至8歲嘅小朋友，作者係李彥明、張燕霞、侯正賢、盧敏儀。佢哋希望藉住用榴蓮嚟表達，即使未必所有人都會中意自己，不過重要嘅係點樣去接納自己嘅獨特，好好咁樣活出真正嘅自己。從前有一個榴蓮，佢有一個好大嘅煩惱啊！每一次佢入到水果樂園，其他水果見到佢就會即刻捏住個鼻，仲即刻走開添啊！大家都好怕小蓮嘅氣味啊！仲有啊，佢堅硬大刺嘅外殼，大家都好驚佢整到自己。慢慢，小蓮越嚟越覺得自己好差，總係悶悶不樂。今日有位新朋友嚟到水果樂園啊！呢個新朋友嘅外形同小蓮好似，其他水果見到佢都即刻避開，但係呢個新朋友，佢完全唔理其他人嘅目光，其他人避開佢，佢唔介意；人哋用奇怪嘅眼神望佢，佢冇反應，只係走自己嘅路。小蓮嘅眼神冇離開過呢個新朋友啊！佢就諗啦，咦，佢係點樣可以做到咁自在嘅呢？於是小蓮決定跟住佢睇一睇。但係小蓮跟咗幾步咋，呢個新朋友就停咗腳啦。佢吸咗口氣，然後佢發現咗小蓮喎。小蓮即刻好驚，想即刻掉轉頭走啊！但係呢個新朋友就叫住咗佢：哇，你好香啊，而且好似穿咗盔甲咁，好有型喎！小蓮聽到稱讚嘅聲音，覺得好意外。佢周圍望喺度諗，唔通佢喺度讚緊其他水果？新朋友靠近小蓮，再用力吸咗口氣，佢就話啦：哇，你嘅氣味真係好特別啊！小蓮第一次俾人讚，覺得好唔自在啊！新朋友就話啦：你呢，令我諗翻起我細個嗰陣時啊，因為奇怪嘅外形俾人笑，曾經都覺得自己好差啊！小蓮好驚訝咁望住佢，吓？但係頭先你好有自信噶喎。新朋友就笑咗笑話啦：從前好多人都以為我係荔枝，想過嚟識我，但係發現我係紅毛丹，就即刻走開啦。或者我外形真係唔及荔枝好啦，但係果肉嘅味道一啲都唔會比荔枝差咯，只係從來冇人識欣賞。紅毛丹繼續講：後嚟我認識咗唔少同我好似嘅水果朋友，佢哋都有獨特嘅外形或者味道，令我明白，即使唔係所有水果都中意自己，但係我哋一定有自己嘅特點。而好似你咁啊，你嘅外形、你嘅氣味就係你獨特之處。紅毛丹成為咗小蓮第一位嘅好朋友，佢亦都將自己嘅朋友山竹、火龍果介紹俾小蓮識。從此之後，小蓮嘅世界變得好唔一樣啊！佢有好多好多嘅第一次啊！佢第一次玩蛇滑梯，佢第一次踢足球，佢第一次玩捉迷藏。每一次捉迷藏嘅時候，小蓮嘅氣味都好突出，好快就被人捉噶啦。所有嘅朋友都好中意同佢玩啊。同埋小蓮發現呢，佢每次踢足球嘅時候，佢都可以整個身體瞓身咁樣鏟球，完全都唔痛啊。漸漸，小蓮開始明白紅毛丹嘅說話啦。喺呢啲日子，佢慢慢學習同自己相處，重新認識同埋運用自己嘅特點，用自己嘅步伐活出真正嘅自己。而家嘅佢笑容多咗，了解自己多咗，朋友都多咗啊！一路走嚟，衷心感謝樂施會提供嘅培訓，以及社創基金嘅支持，亦都好感謝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以及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嘅幫助，讓我呢個期待已久嘅想法實現。接住落嚟，我哋都會陸續推出由家長創作嘅療癒故事，邀請大家 follow 我哋嘅 page， 並且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小朋友一齊收睇呢啲溫暖故事，
陪伴大家嘅成長。